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和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夏天，是卢旺达师范大学大三学生，同时在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学习。今天我的演讲的题目是“天下一家”。谈到天下一家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地球上所有人都是一家人，大家和睦相处，没有任何歧视和分歧。不管大家认不认识彼此，当对方需要帮助的时候，都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他。如今，各国人民患难与共，风雨同舟，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世界就是大家庭的意识了。不同国家的人们互相交流，一起享有同样的权利，共同实现和平、团结、平等的社会。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为了这种美好的事情而继续再接再厉的努力拼搏。目前大家都知道，全世界都为新冠肺炎而感到不安，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因情而有所变化。虽然疫情刚开始传播的时候，感染速度极高，把整个世界弄得措手不及，但是很多国家都力所能及地帮助中国，同时中国也全力以赴地帮助全球，为了人类而战斗，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团结一心，共同努力。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我们都不要害怕，要记得戴口罩，多洗手，多喝热水，少出门接触他人，别去人多的地方。疾病并没有我们想象大众的那么可怕，团结起来，我们一定会把它消灭的。在这种关键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执着想自己，觉得自己年轻，抵抗力强，就为所欲为的行动。我们要多考虑对方，多照顾我们的家人和长辈，因为战斗疫情，你我有责。总之，我们大家生活在一个同一的世界，梦想相同，命运相连。我也希望将来我也会对这个世界做自己的贡献，让全球像一个美好的家园一样，变得更好、更美丽。谢谢大家。